去藏王滑雪，點樣先可以去到樹冰世界呢？即刻整個路線圖俾大家跟住去。我今次嘅路線會喺4號線嘅上台站坐貢多拿上去，去到中央高原站，見到兩邊嘅雪景已經好有 feel 啦。去到中央高原站有個地標打卡位，我梗係唔執輸打翻個靚卡啦。喺呢一個位置33號線上少少，有一個好似仙境咁嘅湖喺度，佢叫做多茲庫魯瑪。用肉眼望落去，你會覺得簡直靚到唔真實啊！跟住我哋喺33號 chairlift 上到去呢一個位置，落咗站就要沿住呢個大白坡滑落去。下面有間餐廳，如果想休息食飯，可以喺度食。食飽飯，餐廳隔籬就係12號線。落咗 chairlift，記得靠住左邊呢一個方向行，去到中間你會見到16號線，千祈唔好上去，繼續向前行。我哋目標有17號。喺藏王山過山係最攰，真係平到要行。唔知以為我過咗嚟行山，跟住坐17號上去。每次上 chairlift，大家記得坐低就拎起隻腳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卡到個右邊啦。之後就一條大直路，去到路口再轉右，就會見到樹冰高原站啦。天氣好，沿住呢部貢多拉上去，就會見到好靚嘅樹冰景。上到去可以敲下開運之鐘，同藏王歌影下相，同埋試下食野生樹冰。完。